喺香港呢座繁華且充滿機遇與挑戰嘅都市裏，樓市嘅起伏好似海上嘅波浪，時而洶湧澎湃，時而風平浪靜。香港樓價升升跌跌，始終難以稱得上穩定。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嘅係，房屋租賃市場卻呈現出一片繁榮嘅景象，前景被眾多投資者睇好。唔少名人敏銳捕捉到呢個商機，紛紛趁機將名下豪宅對外出租。畢竟房產作為長線投資嘅一種方式，喺合適嘅時機操作，往往能帶嚟可觀嘅收益。謝霆鋒呢位喺香港娛樂圈乃至整個華語娛樂圈都極具影響力嘅巨星，喺房產投資領域同樣有着不凡嘅成就。佢喺香港持有市值至少9億嘅房產，係名副其實嘅房產大亨。其中，佢名下位於淺水灣道67號怡豐嘅一處單位，近期成功出租，引發咗廣泛關注。呢處房產嘅出租過程並非一帆風順。謝霆鋒最初以每月11.8萬嘅租金價格將其對外招租，呢個價格喺豪宅租賃市場中都算係較為可觀嘅。然而，租客經過一番議價之後，最終以每月11萬嘅租金承租咗落來。雖然同最初嘅報價相比，租金有所減少，但喺呢個市道之下，能夠成功出租，每月有11萬穩定入賬，都算係一筆唔錯嘅收入。畢竟喺當前複雜多變嘅經濟環境下，穩定嘅現金流對於資產持有者嚟講至關重要。從房產本身睇，呢處位於淺水灣道67號怡豐嘅單位堪稱豪宅中嘅佼佼者。佢嘅實用面積達到1939平方尺，約合180.14平方米。戶型設計為兩房連套房間隔，空間佈局合理，既保證咗居住嘅舒適性，又兼顧咗功能嘅實用性。而最令人矚目嘅，擋足佢嗰開揚嘅海景。企喺窗前，廣闊無垠嘅大海盡收眼底，海天一色嘅美景令人心曠神怡。喺景觀上，佢屬於正宗嘅海景房；喺面積上，亦完全符合豪宅嘅標準。呢樣嘅房產喺香港房屋租賃市場上自然頗受歡迎，無論係追求高品質生活嘅成功人士，亦或是對居住環境有較高要求嘅租客，都對佢青睞有加。不過，從投資回報率嘅角度睇，呢處房產嘅表現似乎並不盡如人意。以房子當年嘅購入價格計算，呢個回報率並唔算太高，甚至仲唔如當下定期存款嘅利息。據悉，呢套房子嘅上一任業主實際上就係謝霆鋒嘅爸爸謝賢。翻查相關記錄可以發現，房子嘅原戶主名為謝家璽，呢個正係謝賢嘅原名。謝賢喺2017年以8500萬嘅價格買入咗呢套房產，僅僅過咗1年，喺2018年就將其轉到咗謝霆鋒嘅名下。雖然業主名義上係謝賢，但當年買入嘅價格都唔算低，所以謝霆鋒應該都有出資。其實喺香港，唔少名人會採用唔同嘅名義，或者係以個人名義，或者係以公司名義買入房產，目的係為咗享受某些優惠政策。買入之後再以轉讓嘅形式歸到個人名下，呢種情況喺香港房產市場中十分普遍。謝霆鋒自出道之後，喺房產方面嘅投資就展現出敏銳嘅眼光同果斷嘅決策力。佢唔單止着眼於自身嘅資產增值，更係為家人考慮周全。佢嘅父母以及妹妹，佢都有直接或者間接咁贈送過房產。喺形式上，有嘅係佢買入後轉贈俾家人，有嘅則係讓家人以個人名義買入，而佢作為背後嘅金主提供資金支持。謝賢除了2017年持有嘅呢套怡豐單位外，早幾年喺西半山干德道金輝閣嘅寓所，亦係謝霆鋒喺2005年以1200萬買入嘅。當時謝霆鋒考慮到父親嘅居住需求，毫不猶豫咁出手購置咗呢處房產，俾父親能夠有一個舒適安穩嘅居住環境。而謝霆鋒嘅媽媽狄波拉喺2018年以1.38億嘅價格買入中半山兩 Mayfair 嘅一套2118平方尺嘅房產。雖然名義上係狄波拉持有，但很大程度上謝霆鋒亦係背後嘅金主。謝霆鋒深知母親對生活品質嘅追求，
所以不惜投入巨資，為母親購置咗呢處心儀嘅房產，俾母親能夠享受優越嘅生活條件。對於妹妹謝婷婷，謝霆鋒同樣十分大方。2017年10月，謝霆鋒斥資3000萬買下西環唯一一套面積逾1000尺嘅房子，作為送俾妹妹嘅生日禮物以及嫁妝。呢份厚重嘅禮物唔單止體現咗謝霆鋒對妹妹深深嘅關愛，亦彰顯咗佢雄厚嘅經濟實力。謝霆鋒對親人都咁慷慨大方，對自己自然更係唔吝嗇。佢名下嘅房產眾多，除咗此次以月租11萬租出嘅怡豐單位外，仲有一處最為知名嘅房產，就係位於香港中環擺花街嘅鋪位。擺花街嘅26號、28號都係謝霆鋒嘅鋪位，而喺擺花街1號廣場嘅地下6、8號店鋪亦係佢買入嘅。僅係擺花街嘅呢啲店鋪，市值就逾5億元。呢啲店鋪如今都用嚟出租，每個月嘅租金回報都有幾十萬。再加上其他個人持有嘅物業，謝霆鋒名下嘅房產市值至少有9億。呢啲房產唔單止為佢帶嚟穩定嘅租金收入，亦成為咗佢財富積累嘅重要支撐。謝霆鋒喺娛樂圈嘅發展歷程堪稱一部勵志傳奇。佢喺1997年以歌手嘅身份正式出道，一出道便迅速走紅，憑藉住帥氣嘅外表、獨特嘅嗓音同出色嘅舞台表現力，吸引咗無數粉絲嘅關注同喜愛。算起嚟，佢出道至今已經28年啦。期間雖然曾經經歷過低谷，但大部分時間都保持住長紅嘅狀態。尤其喺深耕內地市場之後，佢嘅事業更係迎嚟咗新嘅高峰。咁多年嚟，謝霆鋒嘅發展呈現出多元化嘅趨勢。佢由最初嘅歌手身份起步，憑藉一首首經典歌曲喺樂壇站穩腳跟。隨後，佢成功轉型為演員，喺多部影視作品中展現出出色嘅演技，塑造咗一個個深入人心嘅角色。無論係動作片中嘅硬漢形象，亦或是文藝片中嘅深情角色，佢都能夠演繹得淋漓盡致，贏得咗觀眾同業內人士嘅一致認可。除咗喺歌手同演員領域取得巨大成功之外，謝霆鋒仲勇敢咁邁出咗轉型商人嘅步伐。佢涉獵嘅領域越嚟越廣泛，包括幕後製作、飲食、體育等等。喺幕後製作方面，佢憑藉自己對藝術嘅獨特理解同敏銳嘅洞察力，參與製作咗多部優秀嘅影視作品同音樂作品，為華語娛樂產業嘅發展做出咗貢獻。喺飲食領域，佢創辦咗自己嘅美食品牌，將美食與文化相結合，推出咗一系列具有特色嘅美食產品，深受消費者喜愛。喺體育領域，佢亦積極參與相關活動，推廣健康生活方式，展現出佢對社會公益事業嘅關注同責任感。謝霆鋒嘅多元化發展，唔單止拓寬咗佢嘅事業版圖，亦為佢積累咗豐厚嘅身家。有咗雄厚嘅資金作為後盾，投資買房成為咗佢自然而然嘅選擇。俾自己買，俾自己同家人能夠享受高品質嘅生活；俾家人買，表達自己對親人嘅關愛同責任感。呢個亦係好多名人喺積累咗一定財富之後最常做嘅事情。經過多年嘅投資同積累，謝霆鋒已經成為咗名副其實嘅地主，每個月嘅租金收入都相當可觀，為佢嘅人生增添咗更多嘅保障同精彩。謝霆鋒由娛樂圈嘅巨星成功轉型為房產地主，佢嘅財富之路充滿機遇與挑戰，亦展現出佢嘅智慧同勇氣。佢喺房產投資方面嘅成功，唔單止係因為佢擁有雄厚嘅資金實力，更重要嘅係佢敏銳嘅市場洞察力同果斷嘅決策力。佢能夠準確咁把握市場動態，喺合適嘅時機出手購置房產，又喺合適嘅時機將其出租或出售，從而實現資產嘅增值。同時，佢對家人嘅關愛同責任感，亦令到佢喺房產投資中更加注重長遠規劃同家庭嘅整體利益。相信喺未來，謝霆鋒會繼續喺各個領域發光發熱，創造更多嘅輝煌，書寫屬於自己嘅傳奇故事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